大家好，歡迎收聽香港新聞連線。今日係2025年4月21號星期一，由我阿俊為大家報道新聞。我哋嚟聽下第一則嘅新聞標題：DHL 急剎車，超$800對美嘅個人包裹停運。下面係新聞內容：全球物流巨頭 DHL 快遞宣布，由2025年4月21號起，會暫停所有申報價值超過$800寄去美國私人客戶嘅企業對消費者快遞服務。呢個決定係因應美國海關最新嘅清關規定，對整個物流業都造成唔少嘅衝擊。根據 DHL 官網公佈，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喺4月5號起，將簡易清關嘅免文件門檻由原本嘅$2500大幅下調至$800。換句話講，任何超過$800嘅包裹都要進行繁複嘅正式清關程序，包括提供詳細供應商發票同稅務編號，仲要有貨源證明等文件。DHL 表示，政策改動令清關工作量大增，處理時間亦都明顯拖長，部分貨物甚至要等幾日先至可以放行。為咗避免影響服務質素，公司決定暫時唔收高價值嘅 B2C 貨件，直至另行通知。雖然企業對企業嘅貨運未有直接限制，但由於整體通關壓力大咗，呢類貨件亦都可能會出現延誤。DHL 強調，今次係臨時措施，公司團隊正喺度全力提升清關能力，目標係盡快恢復正常運作，亦都已經主動聯繫客戶，協助佢哋適應新嘅政策。今次嘅措施對依賴跨境電商平台嘅企業同消費者都打擊唔細，尤其好似 Shein、Temu 呢啲快時尚平台，一向以超平價吸引美國買家。不過，如果訂單金額超過$800，依家就好可能冇辦法照常出貨。業內人士預計，清關新規會推高物流成本，甚至迫使平台調整售價。至於美國買家，就可能會面對更長嘅送貨時間，又或者要考慮轉用其他物流供應商。但係要留意，就算係 FedEx 或者 UPS，都同樣面對類似嘅清關壓力，服務未必比 DHL 穩定。國際貿易專家 Mary Lovely 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表示，美國政府今次收緊政策，好大機會係針對中國同香港出貨嘅低價包裹。佢話新規唔單止拖長咗清關時間，仲會令企業重新考慮供應鏈，甚至將貨源調去其他地區。呢個講法亦都同美國政府計劃喺5月起取消中國低價商品免稅安排嘅方向不謀而合，意味住成本將會再升。DHL 美國區行政總裁 Greg Hewitt 就回應話：我哋知道呢個決定會為客戶帶嚟不便，但係為咗保住服務水平，呢一步係無可避免。佢又話，公司已經積極同美國海關磋商，希望揾到一套更高效率嘅清關方案。物流顧問公司 Everstream Analytics 首席分析師 Alejandro Carranza 就認為，今次風波可能會加速物流業數碼化轉型。佢指出，面對清關壓力，企業可能會加大自動化同 AI 嘅投資，簡化文書工作，提升整體處理效率。雖然短期內物流行業要面對陣痛，但長遠嚟講有可能促進整體升級。網民方面反應都幾大，有 X 平台用戶指出，呢個新規等同於為進口貨加咗一重時間關稅，因為清關延誤直接影響收貨體驗。亦有網友提議，消費者可以用註冊公司嘅名義落單，轉為 B2B 交易以避免限制。不過呢種操作嘅合法性同實質成效就有待觀察。短期內，如果美國消費者想繼續用 DHL 買高價商品，可能要將訂單分拆成幾張，每張唔超過$800，又或者考慮轉用其他物流公司。不過隨住5月起更多針對中國商品嘅新規實施，跨境購物成本同時間亦都可能進一步上升。對企業方面，專家就建議要盡快同物流夥伴商討對應策略，例如考慮改用海運或者調整海外倉嘅位置。跟住我哋聽一則泰國嘅新聞：曼谷震冧大樓風波，中國籍董事被捕。下面係新聞內容：受上個月緬甸發生嘅7.7級強震波及，正喺度興建嘅曼谷審計大樓因此倒塌。截至4月19號，事故造成47死9傷，另外有47人仍然失蹤。泰國當局事發之後即時展開調查。除咗追查大樓倒塌嘅原因之外，亦發現中鐵十局泰國子公司嘅股權結構存在可疑之處。刑事法院已經對中鐵十局泰國分公司嘅中國張姓股東同3名泰國股東發出逮捕令，
特別調查局更加喺琴日晚間喺曼谷嘅一間旅館正式逮捕中國中鐵十局泰國有限公司嘅一個中國籍股東，譯音係張川寧，指控佢涉嫌利用泰國人作為人頭代持股份，違反咗泰國1999年外國商業法。呢個係呢件事發生之後首單逮捕嘅個案。根據泰國特別調查局透露，張川寧作為公司董事，表面上持有49%嘅股份，但實際上疑似透過泰國籍人士作為人頭代持，用嚟規避泰國對外資公司經營活動嘅法律限制。相關嘅行為涉嫌違反1999年外國商業法。呢個法明文規定，外資企業如果涉及特定行業，必須由泰國人持有過半數股份。DSI 亦表示，已經對另外3個涉案嘅泰國籍人士發出通緝令，顯示案件嘅調查範圍進一步擴大。泰國總理佩通坦早前已經下令全面審查中鐵十局參與嘅所有政府工程項目，特別係針對建材質量同施工標準方面。佢仲公開表示，我哋要確保每一個工程項目都符合安全標準，無論承建商係邊一個國家嘅企業。呢番話反映出泰國政府對事件嘅高度關注，亦間接回應咗外界對外資企業工程質量嘅質疑聲音。除咗官方態度，事件亦都喺學界同公眾之間引起激烈討論。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土木工程學教授阿南蘇曼納拉指出，雖然地震強度的確會對建築造成影響，但係一棟現代化嘅高樓竟然喺遠距離震感之下倒塌，顯示設計或者施工方面可能存在嚴重缺陷。另一方面，泰國建築安全協會主席察差普拉瑟亦都呼籲政府收緊對外資承建商嘅監管，認為今次事件暴露出部分外國企業喺泰國運營嘅時候，可能利用法律漏洞嚟規避監管。事件喺泰國社會同樣引起唔少迴響，唔少泰國網民質疑中鐵十局嘅工程質量，仲有人翻查呢個公司喺其他國家涉入爭議嘅工程項目，形容今次係豆腐渣工程嘅再現。不過，亦都有人提醒社會大眾，現階段嘅調查仍然未有定論，唔應該過早將全部嘅責任歸咎於單一企業。至於中國方面，相關消息報導亦都較為低調，大陸媒體幾乎全面禁聲，連中鐵十局呢個名都鮮有提及，反映事件喺中國屬於敏感議題。有人認為今次嘅拘捕行動會為中泰合作項目蒙上陰影。中鐵十局作為中國中鐵旗下嘅大型國企，喺泰國同埋其他國家都承接咗唔少基建項目。呢單事故會唔會進一步影響中國企業喺海外嘅聲譽呢？仍然有待觀察。與此同時，泰國當局表示會繼續徹查大樓倒塌嘅技術原因同法律責任，並且計劃全面檢討全國高層建築嘅安全標準，務求防止類似嘅悲劇再次發生。好啦，今日嘅新聞報導就嚟到呢度，希望大家繼續關注香港新聞連線。再見。好啦，嗱，我要介紹下呢個我哋1週年就會推出呢隻嘢，Neurovita 洗髮磚，用洗髮磚喎，得唔得意啊？有啲人其實呢個咧就係買呢個2嚿兩件裝，佢就呢啲洗髮鹼，點解用洗髮鹼咧？咁兩公婆一人一個啦，咁拎起上嚟咧就有佢嘅好處喎。Instead of 液體，中藥成分主要係有厚朴樹皮提取物同埋豌豆苗提取物，佢係控制慢性頭皮炎、頭皮痤瘡、頭皮碎、痕癢、油性頭皮，減少甩髮好緊要。主要功能咧抗氧化、抗菌、抗炎。厚朴樹皮咧含有厚朴粉同埋厚朴酚兩種抗炎嘅物質，舒緩頭皮同頭痕咧十分有效。有豐富嘅呢一個頭蛋白同生長因素，為頭皮同秀髮提供所需嘅營養精華。我嚟咗嘅，我攞啲產品俾大家睇下，我係用緊呢個嘅。加入大豆蛋白同時護髮，從而修復受損嘅頭髮，係瑞士研發嘅，香港製造，大家放心。2件裝560蚊，OK。